屈身敬拜，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跪落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草场的羊，是伊手下的百姓。现在，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一三脚的祈祷。全能之美的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全世界的五望，求求你来看顾所有你所创造的人类，以免阮遮的民族对罪恶中来拯救全世界，保护阮的国土，来阻止一切恶势力。互国家甲人民日日昌盛，求求你赐福，互阮的国家的政府，甲一切受命负责统治服务的正文武百官，赐互因有智慧、有仁慈、好的德行，来敬畏白上帝，也来疼惜百姓，为通多无好的政治理念，也使阮互全国的百姓，无分职务的贵贱，无分知识的悬低，互大家拢会当尽阮的本分，也恳求你赐福互每一个家庭，也赐福互青少年甲老大人，也帮助遐个无家可归的弱势的这族群，尤其是现代这个互联网科技的进步，甚至伫教会也行入去这个虚拟教会的这个区域，互福音的讲团已经是诚侪无国界。但是这个末世这个时阵，最后所基督要过来的时阵，互阮有一粒敏感的心，来警醒守望，互相帮赞。感谢主，美国正义已经成功抗衡了中国的法案，有222票来通过。美国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名做台湾代表处，这真正是今年这个虎年台湾蒙福的一个大的礼物。台湾要继续为着所徛起的美国甲台湾来祈祷。伫这个变种的病毒 Omicron 还阁无完全的消失，还阁是继续伫搅扰着人类。所以被感染的这个确诊者也是不断的出现，求天父上帝来怜悯，找个天使天军来帮暂缓，无受到魔鬼撒旦的这个搅扰，然后目前这个病毒会通早日被控制落来，同阮通倒转去过去迄种熟悉的生活的环境内面。明仔载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情人节 Valentine's Day， 所以我要祝福大家 Happy Valentine's Day。也愿咱对上帝唔通失去迄个起初的疼惜。今仔日我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以及这个实体的礼拜。
做你来人民院，今日是所有参与礼拜的乡亲兄弟，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我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要赐福的管道。但现在恳求主，想来洁净罗卜的嘴，相信伊也来降赏我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互阮有一个望恩的一个主日，互阮深深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犹太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。第1节，耶稣基督的罗卜，甲各位兄弟犹太，配叫互受召的，伫被上帝得赦听，为了耶稣基督来保守的，愿人民平安疼叹，加添做做互恁。所请的兄弟啊，我本真旨意要写批互恁，议论咱三甲有份的拯救。当迄时就不得写批苦劝恁，为着做一个交代伫圣座的道理来出力交战。因为有几啊人暗前入来，就是早事先定着要受这个审判的，因是无敬虔的人，将咱的上帝的恩反当作放纵的因由，也毋认独一的主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恁是已经捌万事的人，但我爱互恁话其实就是主已经救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灭无遐个毋信的。阁有天使无守伊的本质，离开家己徛起的所在，主用永远的锁链禁守因伫黑暗的下面，到伫大日期的审判，亲像索多玛、蛾摩拉以及四围的想，也当因的款来行淫乱，趁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远的火的刑罚，或者做降戒。这是上帝的话，记若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学老，单单称上主之名。
主的宝座前，我要来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。清秋，我的心中有我要单单承受主的圣主名。承受主的圣主名。来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，我要来到主前，主的宝座前。清秋，我的心中有我要单单承受主的圣主名。
清修，主的心出名。阿弥高主天，在你左右。各位乡亲、时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有一摆有300外个这个信心会牧师，因出去做伫祈祷，因伫呼求天父上帝来复兴教会。总是因祈祷讲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浸信会。复兴阮的这个宗派，你听会感受到若是即款的祈祷，敢若去碰到天崩就落倒落来，袂当去甲上帝的这个宝座。后来一个少年的这个牧师，伊徛起来安尼讲主要我安尼讲，我将来未见主过，我袂要复兴伊。所以，当你若听到即句祈祷词的时，你会知影，迄毋是祝福你、愿你平安，互人听了真爽快的话，就是指出这个问题、这个源头。这是哪亲像直接对上帝遐来的话？这是马太福音15章13节，主要所讲：既然栽种的米。若毋是我天父所栽种的，必定要拔出来。上帝毋单单是望要激新咱，伊阁是要做恢复伊伫咱内面的这个形象。这个犹大书因为真短，阁是藏伫这个新约圣经的后面最后面迄个所在，伫这个启示录头前，所以真侪人。就毋去读伊，
甚至将来无去注意到有一卷册，其实吼，这卷这个书信内底有真好的这个信息。犹大书内底有谈起一寡真奇怪的代志，比如讲，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这个尸体，甲魔鬼伫争辩着，要过这个可勒的这个囝，因是犯了什么款的罪呢？无写明。要佮讲天使怎样为防关起来呢？这犹大对大陆知影这个奇怪的代志呢？因是不是因说这个旧约圣经嘛？毋过旧约圣经一点啊，拢无提起这个摩西尸体争论的这个代志。作为这个答案，伊是对这个新旧约中间迄个400多年所写的这个册所处的这个材料。那么这个册卷被称作次经，也是叫做旁经。犹大虽然是引用到这个次经也是旁经，总是并无用来建立这个教义的，只是用做这个例证尔定。这个是正确的做法。这种批信因容易被忽略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文书话句真严格，搁真厉害。人通常拢无爱看严格搁厉害这个批信，比较较爱看这个鼓励性的这个批信。所以这卷册就是来检验的手术刀一样，要将癌细胞对基督的身躯顶给切落来。无错，每一个教会拢有这个危险的，有时面对着外来这个危险。也就是外来这个批评，所以我甲恁讲吼，这无什么通惊吓、通担心的，因为这颠倒维护这个基督徒更较团结、更较坚强，教会反转会更较坚定的。总是这个教会内部这个危险，咱才是应该真正爱通惊的。论法主义、放纵主义。有的基督徒心胸真歪曲，有的基督徒是来者无敬，差不多是人好的，这拢是教会内面这个危险。咱来看这个吼，这律法主义讲，你无有犯罪的这个自由，阮会想办法，无爱互你来犯罪。放纵主义讲，你通犯罪。因为你已经信主了，你已经有进入天国这个门票。真正自由的讲，你伫圣心内面有无犯罪这个自由，只有是基督徒有这款的自由，迄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其他的人就无这款的自由了。犹大书的作者是主要说基督的第4个小弟，主要说的小弟伫。最后所在世的时阵，伊并无相信伊是上帝，反正讲话来甲伊讽刺伊。因讲吼，这大了啊，这已经够啦，弥赛亚未来，你最后去亲身去献身一下。最后所简单回答讲，我的时还未到。后来最后所伊暗钱去，并且伫这个圣殿内底咧教死人。有一段这个期间吼。最后所出来的人就是最后说是起笑。圣经讲伊的老母甲伊兄弟姊妹是要去带伊倒转来，唔爱伊伫口面出门，因认为伊才是真正是起笑，因为伊不过是一个目睭尔定，却家己自认为是上帝。所以当时有真侪人话话客客微调主要说，所以出来的人就无法度来接近伊，就请人传话。甲耶稣讲，你的老母、甲兄弟姊妹伫外面伫听候你，做着最后说却回答讲，至最是我的老母，至最是我的兄弟，至最是我的姊妹啊！既然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
哇，因是你想讲，主要说真正是起笑话呢，连家己厝内的人拢袂认得咯。就是当主要所过完了后，情形就完全的改观。伊的兄弟全部拢出来为着主基督，主要所基督来传道理。雅各甲犹大因各写一卷这个书信，就被纳入去这个新约的圣经内面。那么两个人将来无自称伊是耶稣的小弟，因自称是主耶稣的这个罗卜。这张批信是我犹大所写的，我是犹大，是主耶稣基督美属的罗卜。这个雅各的兄弟犹大如今是主耶稣基督的罗卜，伊对福音的真理非常的火热。伊讲我本来是想要写无共款的内容，甲你来谈一寡阮伫主耶稣内面所享受的这个救恩。毋过我听到一寡消息，互我改写这张批信。我要劝恁爱全力维护上帝完整，传互初代教会圣徒这真实的信仰。这个全力维护是真正痛苦的含义伫内底，这是真痛苦的一种的这个征兆，因为必须拼尽全力来维护早前所交托予圣徒这个真道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必须要小心细致来保守这个真理。真痛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征战的对象是主内的兄弟姊妹。这是这张批真正目的。伊讲讲有人偷偷蒙入去恁的教会咯，不断来毒害教会，就是伊无指明是甚么款的代志，简单烦恼因着爱好好来处理。伊讲这个癌细胞真明显，一直咧扩展，所以伫遮提出2点，你通看出迄个教会的状况。大先的就是信仰出现这个扭曲，这是一个败坏开始，败坏就对遮来开始。所以这个犹大伊总共有提出2点来做参考第一，伊认为上帝心肠真软；第二，伊认为主要说基督是正神之一。伫这个电视顶，捌听过有传道者安尼讲讲咱的上帝心肠真软，连写好神拢袂去甲伊伤害，所以有真侪人就因为安尼时就黑白讲，煞轻看上帝这个恩典。先知哈巴谷的祈祷书，伊讲清楚的，谈到上帝要如何处理人的这罪恶，上帝袂放过这个罪。有罪的，上帝一定会对付。咱应该爱倒转去，伫咱的圣经内面，对上帝正确的看才对。抑阁有若是将主耶稣看作是正神之一，无搁再相信主耶稣是独一的主，伊无搁再是来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道路，伊是有一条通行的这个道路尔定，无搁再是独一条真理甲活命，只是正做这真理甲生命中之一。那么这种的这多神论的想法，已经渐渐进入人的这个心理。我甲你讲，这是真大的错误。你的信仰会引出你的行为，你的信仰一旦被扭曲，你的行为就出现这真大的问题。所以犹大伫遮提出严重的这个警告。请大家爱注意，伊这话是要讲互咱基督徒听的。伊讲你来看，这个背个犹太人，甲背个这个天使，因的这个下场是虾米款的？索多玛甲蛾摩拉做着怎样款的行为？就连上帝囝儿、查某囝也袂当脱出这个审判的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有真侪人认为基督徒
毋免去面对将来这个审判。这谁讲的啊？圣经并无安尼讲哦，你该注意。伫这个罗马市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真悬大这个建筑物，安尼徛伫到今已经2000多年啊，是一座正神庙。伫内面有这个一列的这个做壁龛。罗马帝国只有征服一个民族，伊就将迄个民族的神明，甲伊藏入去这个壁龛内底。伊嘛为着这犹太人提供一尊这个摇晃神像，总是犹太人拒绝。现在如果你来去正神庙去参观，内面这个神龛拢是空空的咯。因为现在这个正神庙是一间基督教的教会。只有相信独一无二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是正神明中的一位，伊是独一，伊毋是正神明中的一位，伊是独一的救主。有一个交换的院长，内面带一个查甫囡仔，非常互伊头疼，伊毋知影要用到什么款的方法来帮衬这个细囝，虽然互这个细囝有特权。毋过拢互伊家己乱用，若家己取消这个特权，这个囡仔嘛不在乎啦吼。所以因用尽各种的办法，毋通这个查甫囡仔有一点仔来改变，总是拢做无效果。因真清楚，这个世界的将来就是爱不断来祭出这个感觉的，所以每一个校正伊的办法拢总失败。有一天吼。这个院长将伊叫入来办公厅，对伊讲：“你看，我已经试过所有知影的每一个方法，是要帮助你悔改向善，但是我拢总失败。现在只有剩一样代志，是我所会通做。这个代志，如果若无你的同意，就我就袂通做。所以我要请求你的同意。”迄个囡仔因讲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那遮严重啊！院长甲伊讲，我是要收养你做我的囝儿，我爱你住伫阮的厝，我希望你来生我的姓，除非你同意，若无，我就袂通做这项代志。若收养你以后，你若是设事搁惹出这个麻烦，就是我的名做伙伫这个拍拉山。但我已经有一款的心理准备了。我现在要问你，你敢有同意吗？哇！这个细汉囡仔吼，这个查甫囡仔呢，惊一个，句句拢应袂出来，句句才挤出一句好啦。所以以后，伊就搬入去院长的厝，改着院长的姓。甚至我若甲你讲。对迄日开始，伊的人生变啊真美好甲善良，安尼我是要讲白贼。总是我若甲你讲，对迄日开始，伊开始想要变做好，而且是慢慢的在改变，这是事实的呢。所以当上帝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了后，你阁继续伫你的活出你的老款式，安尼你就是伫侮辱上帝这个问题。以色列百姓当初是我靠着羊羔的宝血来得救的，因此逃出这个埃及，最后却袂当进入这个迦南地，因为因是有始无终，有始无终啦吼，所以袂当真正得救。你嘛有可能哦，会变做这个落场。所以毋单单是看你放落什么尔定，就爱阁看你头前到底是咧追求什么，你就爱努力。按着目标来进前，若无你同款会伫旷野倒伫旷野来死亡。我甲你讲哦，一摆得救，并无表示你会永远的得救的。阿免。回应诗歌，倒转安息。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讲，咱的得救。是在地倒转安息，咱得到快乐是在地平静信靠。
在伫倒转安休，咱伫着开咱，是在伫变情辛苦。咱的地球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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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伫倒转安休，咱伫着开咱，是在伫变情辛苦。咱的地
像这条同心阿头三角的祈祷，亲阿爸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但今日阮对圣经犹大书第1章到第7章，阮做来思想，伊就忽略的一卷册，对今日的这事情中间，互阮知影，
先知哈巴谷的祈祷时，清楚谈到上帝如何的处理人的这个罪恶。上帝被放过罪恶的，有罪的上帝伊一定会对付。咱应该就爱倒转去到伫这个圣经内面，对上帝有真正的这个看法。也我有将最后所看作正神之力，无搁再相信最后所是唯一的独一的这个主，伊无搁再是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道路，就是一条通行的道路尔定，无搁再是一条唯一的真理甲生命，就是正罪、真理甲生命中间之一。但这款的道神论的这个想法，即嘛渐渐已经进入人的这个心内，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因为你的信仰会引出你的行为，你的信仰一旦若被扭曲，你的行为就要出现真大的问题。犹大伫遮提出严重的警告，请咱爱记，这话是甲基督徒讲的。伊讲恁看背家的犹太人，甲背家的天使，因的下场是啥款？索多玛甲蛾摩拉遭受到怎样的刑罚？就连上帝今日也都袂过这个审判的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有真侪人就是基督徒，唔免面对将来的这个审判。这是啥讲的啊？圣经并无安尼讲哦。以色列人当初是挖过羊羔的宝血来得救的，因逃出这个埃及，最后所袂通进入这个迦南地，是因为因有始无终的，袂通真正得到救。你嘛有可能是安尼哦，有这款的下场，所以唔单单是看你放落什么物件，还佫看你头前面所追求的是什么啦。你就爱努力按照你的目标来进前，若无你嘛会伫旷野内倒伫旷野内死亡。一摆的得救，并无表示你会永远的得救的。凡同心的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免。但这点赖上牧师。要甲人祝祷，要甲人祝福。愿天父上帝主来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稳定，圣神背书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教建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兄弟姊妹。时大乡亲，咱今日的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，伫这个所在要过一段路，但毋茫后回共一个时间，无论伫教会还是空中，要来相甲见面。愿爸上帝赐福保护恁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记照万百姓做好事，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。也好好予伊的灵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爸上帝欢喜的灵欢你。恁着记照万百姓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
拜。